大家好，馬多德昌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有啲朋友仔因為牙痛嚟嘅時候，嘴入邊含住冰水，手上同落咗一樽冰礦泉水，塊面又潮脆又痛。咁呢種情況就係叫做三個字牙水炎。咁牙水炎顧名思義就係我哋嘅牙髓發炎咗，喺口腔甚至係全身入邊都算係一種特別疼痛嘅病。佢有幾多特點？一般嚟講，用冷水反而可以止痛，熱水就會加劇疼痛。而且牙髓炎通常喺深夜1、2點鐘嘅時候會特別痛。如果牙髓炎發作咗，首先你食任何藥都未必可以解決問題，但係我哋都有建議食啲止痛藥。第二，要盡快及時就醫，途中萬一痛得好犀利，你可以買一瓶凍水，時不時下喺口入邊，用凍水降低疼痛嘅程度，及早去口腔科做活動牙根治療。咁呢個問題就可以解決㗎啦。關注我，好你嘅口腔健康。